炒股唔使驚，Ben 哥喺大廳。有一種 K 線形態，我睇一眼啊就知道呢隻股票要跌啦。呢種 K 線形態叫做錘仔吊頸。今日我就唔收收埋埋啦，用案例直接話俾各位老友記聽。各位老友記可以睇下呢一隻股票喺低位出現呢一種嘅 K 線形態，叫做錘仔打樁。如果將佢放喺一隻股票嘅高位啊，咁佢就叫做錘仔吊頸啦。就好似呢一隻股票一樣，點解話高位出現錘仔吊頸就知道呢隻股票要跌呢？等我哋後退睇睇呢隻股票前面嘅走勢，你就知道點解啦。呢隻股票喺前面呢一個位置突破，成交量放量，穩住上攻嘅勢頭，成交量再次放量，整體嚟睇啊，形勢係咪一片大好啊？但係呢一日突然跳空高開，跳空高開本來係好事嘅，因為跳空高開代表強勢。但係唔好忘記，高位嘅跳空高開就代表呢隻股票可能已經大勢已去啦，氣數已盡啦。呢個跳空唔理佢係咪有利好消息刺激，亦唔好理佢呢一日嘅股價係咪比前一日嘅股價高。我哋只需要明白一點，就係呢一日有人提前走佬啦。有人出貨，先殺跌，後拉升。咁問題嚟啦，係主力出貨啊，定係散戶出貨呢？我哋暫時無法確定。但係如果第二日股價跌破呢個錘仔吊頸嘅柱體部分，就可能會令到追高買入套住嘅人啊都想走佬啦。如果唔係主力出貨嘅話呢，就一定會護盤。為咗唔俾大家引發不必要嘅恐慌啊，影響大局，所以關鍵睇第二日有冇出現護盤嘅大陽線，定係出現繼續殺跌嘅陰線。當然啦，呢個錘仔吊頸線，佢下面呢條長長嘅下影線，亦有可能係主力做出嚟嘅。先殺跌，再拉升，亦即係先嚟一波出貨，再掃貨，拉升一波，同時可以借助衝高嘅勢頭，吸引散戶追高，方便主力自己再繼續出貨。所以綜合嚟講啊，第二日嘅走勢係最關鍵嘅。好啦，弊家伙啦，第二日出現大陰線，而且超過前面錘仔吊頸線嘅柱體，亦即係話主力冇去護盤。前面嘅下影線啊，係主力喺度出貨，咁好明顯啦，主力出貨嘅手法就係